FairyCare 實驗室處於阿爾卑斯山嘅心臟地帶，優越嘅地理位置令各種自然生態免受污染，完全適合生產所有皮膚類型嘅美容產品。多年嚟 ，FairyCare 已完全掌握到所有護理產品配方嘅秘密同埋趨勢，即使結合咗高科技生物技術同傳統阿爾卑斯山原產地嘅天然植物，但係 FairyCare 都一直創新，創造更多優質嘅專利配方產品。好似呢支整全透亮防曬乳霜，入邊除咗含有 SPF15 防曬功效，而且亦都加入咗最新嘅專利配方 Metal White。Metal White 可淡化由紫外線及老化所引致嘅暗瘡印同色斑，有效改善肌膚膚質。另外一隻整全極致保濕面膜，利用高科技鎖水精華同水分複合物，再配合由氨基酸組合而成嘅天然保濕因子，為皮膚形成一層水分薄膜，令肌膚保持濕潤嫩滑、富有光澤。整全修護全效精華套裝，採用咗瑞士最先進嘅美白護膚科技，配合28天肌膚更新週期，逐步改善7大肌膚問題。喺第一階段日間使用整全水嫩滋潤再生素，控制油脂分泌及加強細胞再生能力。晚間使用整全極致高效精華，暢通淋巴及為肌膚補充水分。再喺第二階段使用日間整全美白淡化再生素、美白及重點去色素。晚間使用整全緊緻抗氧精華，提升收緊及改善毛孔，令肌膚舒緩改善敏感不適。